为门关，就看自己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善待自己。心胸要开阔些，要承认人生多磨难，但世上无难事。思想上能想得开，则没有过不去的独木桥。3种癌症与吃有关，可以说管住嘴，把好饮食观就能简单有效地预防癌症，让患癌风险降低40%。虽然生活条件好了，但不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当前提倡的合理饮食结构是2高1低，高维生素、高纤维素、低脂肪。维生素主要来自新鲜的果蔬，维生素存在于果蔬和粗粮中。控制脂肪需要少吃猪、牛、羊等红肉，用鸡、鱼等白肉替代。在这个基础上，还要尽量保证饮食多样化。最简单的方法是数颜色，一天吃够5种至7种颜色的食物最好，想防癌。最后吃的环节还要遵循一个原则：慢，细嚼慢咽，减少致癌物质。用餐节奏不宜太快，细嚼慢咽有助于唾液发挥抗癌功效。一口食物咀嚼30下，再咽下去最好。杜绝高温，预防食道癌。数据显示，食道癌患者中平时喜好热食，热饮者占到90%以上，因此吃饭一定要慢下来。等食物凉一些，最好到40摄氏度左右再吃。控制食量还能防癌，只有慢慢吃，才能感受到饥饿感消退和胃逐渐充实的感觉，然后适时放下筷子，保证7分饱的状态。人吃粗一点准没错。我去俄罗斯讲学，俄罗斯人讲，我们国家领导人换了一代又一代，只有一个不换，我们的黑面包不换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知道麦子鳞皮黏了以后少得癌症，少得大肠癌，多吃点粗粮很重要。买馒头，买面包，哪个黑买哪个，它含有纤维素。我们国家跟俄罗斯不同，我们哪个面粉白就买哪个，这样不好。将来咱们面粉厂得改造，把麸皮那么好的东西都给扔了怎么行？纤维素很重要，粮食太细了就没有纤维素了，跟大肠癌、乳腺癌发生有关。纤维素可刺激肠蠕动，增加大便量，减少毒素浓度，促进肠道细菌降解，有利于防癌。现在使用榨汁机太多，有人榨汁以后把纤维素给扔了，光喝汁不行，纤维素很重要，可以防大肠癌。岁数大了得大肠癌的机会会高，所以吃的东西过细也不好。芹菜、粗粮都有好处，黄豆有一定的好处。买馒头的时候哪个黑要哪个，间断的吃一些棒子面。秋天的时候7厘米下来，大家都吃一些新鲜的玉米面，不要光吃细粮。4种防癌蔬菜要多吃，蔬菜中所含的诸多维生素都发现与防癌有关。抗癌蔬菜的分类可以有以下几种： 1. 十字花科植物，这类蔬菜多以其茎叶食用，如大白菜、小白菜、卷心菜、花菜、油菜等。这类菜含吲哚类衍生物，可诱导多种酶的活性，起到抗癌作用，并且多含微量元素钼和锌。中医认为性味多偏凉，清热解毒作用明显。2. 根茎类蔬菜，如胡萝卜、萝卜、竹笋、红薯等，有些属于十字花科植物，但以地下根茎部分食用，多含胡萝卜素等，用以防癌，含纤维多。中医称有利隔宽肠、降逆、理气功效。3. 海藻类植物，如海带、紫菜、昆布等食品，从中可提取多糖类物质，提高免疫功能以防癌，并且含碘量高，维持甲状腺正常功能。中医认为性味多属咸寒，具有软坚散结、消阴破积功能。4. 食用菌类，如香菇、草菇、金针菇等，以及黑木耳、银耳等，富含多糖类及核糖核酸，促进细胞免疫和干扰素的生成。中医认为多性平、味甘，有补气化痰作用，常吃扶正与驱邪兼而有之。远离肿瘤做好以下这7点，配合很多癌症一发现就是晚期。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病人的讳疾心理，有病不愿意去看去信。第二个重要因素是癌症的早期症状与很多普通疾病相似，容易被忽视。第三个重要因素是忽视平常对肿瘤的预防，这点重要。1. 能不气就不气。情志失调很容易引起肝胆失和、肝郁等问题。如果
肝胆失和，疏泄不利，那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，积攒多了，甚至有可能引来癌症。2. 合理膳食防癌，只有合理膳食才能有效的预防癌症发生。此外就是多吃蔬菜和水果，但不包括泡菜、腌菜。3. 坚持回家吃饭，饮食不规律，饭局上的烟酒以及不知不觉过度饮食，使我们的肠胃始终处在受损状态。再加上体重超标，长期下去就可能诱发癌变。远离癌症，从回家吃晚饭做起。4. 不吃油炸食品，油炸作为一种极不健康的烹调方式，受到多位肿瘤专家的抨击。因为常吃油炸食品会诱发肠癌、胰腺癌等消化道肿瘤。说起油炸食品，孙燕回想起了他年轻时在美国工作时一位教授的做法。这位美国的教授极其反对吃油炸食品，自己是一口都不吃，看见别人吃也会马上阻止，这也让他养成了不吃油炸食品的习惯。5. 远离剩饭剩菜。中国的部分老人有个习惯，常常是家里的剩饭剩菜全给包了。过去条件不好时是这样，现在生活好了，一些家庭还是这样。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这一不良习惯可能会诱发胃癌。隔夜菜和霉变腐烂的食物里亚硝酸盐含量较高，长期食用亚硝酸盐就会在身体里日积月累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诱发消化道癌症。6. 能瘦就别胖，饿着要比撑着强，瘦的要比胖的好，越瘦的人得上癌症的机会越小。这是全球21位科学家基于对患癌人群和健康人群历经5年研究后提出的10大怀